继续来看中共的解放军伫台海的周边做实弹演习，台湾所有的空军基地总动员，包括新竹甲台东志航基地，换上2000的战机，透早到实弹升空来演练。华联的 F-16的战机早起嘛出动4架次，执行着戒备的任务。若嘉义 F-16的战机甲乌鹰直升机嘛轮番来飞上天。面对着台海紧张的情势，国军是严密咧戒备，嘛请咱的乡亲大家唔通紧张，慢慢惊讲。엔진声呼呼叫，换上2000战机，下只就为成立基地升空进行演练，照表操课，唔敢放放放。伫咧台东志航空军基地，下只嘛换上2000战机飞去天顶，基地跑道顶的战机一台接一台准备抬兵，F5F 战机嘛伫咧9点左右升空进行操演。美国众议院长佩洛西刚离开，中国解放军宣告中途开始，伫咧台海4个联动6个海空域的所在做军演。国军批兵真严，嘛为顶个月就调派4台换上战机到台东基地，前几天搁加调派8台到基地，唔敢大意。战机全力加速，准备起飞。华联同款有 F-16战机，伫咧差不多9点半含10点40分，拢总4台分两梯处，伫咧台湾领空进行戒备。嘉义嘛，迄条乌鹰直升机升空进行操演，水上基地和嘉义基地分别有2台 F-16战机进入高空，同款进行任务。国军高规格应对，外岛金门3号半暝啊，看到无人机侵入干了，陆军警方部射击信号弹赶赶走。不过当地民众对阿强啊这行为早就已经习惯啊。金门要惊啥？伊敢会拍你金门嘛？台湾后退，你金门无退去。你敢金门敢要讲台湾后退，你金门无退台湾去嘛？国防部全力守护台湾做戒备，确保国土的安全。想要获取更多新闻资讯，想要看到主播最新的动态，赶快订阅华视 YouTube 频道。